高音唔只係高度嘅問題，真正嘅差別係攻擊方式。同一個音可以有3種完全唔同嘅爆發。今日我嚟拆解一下。張靚穎佢唔係用力推，佢係拉高，輕但係極尖，頭聲控制好細，氣息好集中，所以聲音好清。呢種超高頭聲就係海豚音，好似光線劃過空氣，唔重，但係穿透力好強。好，而家到泰妍。之前我有講過泰妍有種切割感，但其實佢最強唔止係切，佢係處胸腔頂住，情緒頂住，然後一瞬間釋放，語速微快，快推快放，突然爆開。你聽到嘅切割感其實係爆發後嘅殘影，真正嘅核心快衝擊。好，而家到鄧紫棋。鄧紫棋佢唔係即刻爆，佢會燥，越唱就越厚，越處就越重，支撐好穩，渾聲好實，你會感覺重量慢慢加上去，然後最後一擊重擊，呢種係 charge strike。同一個高音，3種攻擊方式。唔知大家鍾意聽高度啊，定係鍾意聽唔同嘅爆發方式呢？你鍾意邊種？好，今日條片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多謝收睇。